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无贵袂出水。另外一款讲法是有贵才会把水。种稻仔的作息人必须爱真用心照顾作物，除了发栽、补田、压肥、透虫，阁有一个真重要的工课——除草。农民伫咧除草的时阵，毋是徛咧做，是爱跪伫田里，用耙的方式，安尼来来去去，甲草挽掉。这款草号做耙仔，伊的外观生甲甲稻仔真相像，若无真少看，是会挽毋着的。佮加上耙仔得发真紧，若无紧处理掉，稻仔会去互影响，生了无水，嘛袂把甜。这句俗语的意思就是讲，咱做任何代志，爱骨力拍拼，才会有好的成果。就亲像农民辛苦照顾稻仔同款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